大家好，我係臨床腫瘤科專科林何清醫生。喺香港，約有30%至40%嘅市民患有脂肪肝。如果脂肪肝冇得到適切嘅治療或者跟進呢，大約有10%嘅脂肪肝患者會喺14年之內演變成肝硬化，而有20%至30%嘅患者咧，更加會喺7至10年之內由肝硬化演變成肝衰竭，甚至乎肝癌嘅。雖然脂肪肝唔等於肝癌，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視脂肪肝對健康嘅威脅嘅。從脂肪肝到肝癌，其實佢哋之間係有循序漸進嘅關係嘅。最開始可能只係肝臟嘅脂肪積聚，進一步發生係一啲慢性嘅發炎、代謝嘅失控，肝臟就可能慢慢會變成纖維化啦。當纖維化持續嘅發展嘅時候呢，就有可能出現肝硬化。肝硬化係導致肝癌發生最主要嘅危險因素。肝硬化嘅病人每年大概有3%至5%嘅機會演變成肝癌嘅，而且同冇肝硬化嘅人比較呢，有肝硬化嘅人發生肝癌嘅風險係會高好多嘅，甚至乎係佢哋嘅100倍。因此，我哋係需要盡量避免演變成肝硬化嘅地步嘅。所以，以下高風險嘅群組就要注意啦。第一就係有代謝問題嘅朋友，例如體重偏高、大肚腩，同時之間有糖尿病、血糖控制得比較差，又或者血脂唔理想嘅病人。第二就係肝功能唔穩定，肝功能嘅指數成日跳嚟跳去，又或者超聲波顯示唔單止淨係脂肪肝咁簡單咧，亦都要留意嘅。第三就係纖維化程度偏高，纖維化嘅程度可以透過肝纖維化嘅掃描，又或者影像進行評估。如果發現進展得比較快，咁就要小心啦。